开始。打头，冲！哇！快点，你可以的！哎，靠背。你他妈的！要不是我脚断掉，我妈打爆他们头！我跟你讲。你好，我叫义佑国了，不好意思，那个脚断掉，不能打。怎么会绕跑嘞？这样跟你说，以后打不过对方，把对方抱住，裁判把你分开，可以争取时间喘息。打不过或你受伤太严重，教练会丢白毛巾，懂不懂？运动精神。你坐上。NBA 周就发走。小星星，我比赛了，你们看你发总无？俺就讲俺发总，唐唔死哦。换下每5分钟，厕所去哪啊？你发，慢慢也发，但是顶多赢是怂哎，发动一点。哎，小星星。爱到得了，强者双脚，强者下行，阮是袂倒嘛甲余声，用力拼出聪明，不管路上有个翱翔，马萨都是。对，唔好暗用啊！青罗小平老点么会大养了呀？各位，我们来聊一下你们今天比赛的心得吧。今天比赛你们学到什么？哦，这才是教头要你们参加比赛的重点，输赢根本无所谓。看嘛弟，根本唔是来参加。不过我们行会来啊，黑冇？对，你今天既没迟到，然后又有参加比赛，我觉得很棒。你让我们觉得你是你自己为阳光学院的一份子，我以你为荣。我也以你为荣。鬼子，东东较巧，
你没去，我是运气好不能打，要不然遇到像金刚那么大只的，2条腿都断了。那你就想一想，你脚好之后怎么对付他？谁大啊？哈哈哈，这么有志气啊！5公斤了，你减掉5公斤就打下一个量级，有没有中？李梦伟，我觉得我们很逊，看到家队会用的老知府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有团队的精神。你看哪这么干？就可以啦，比赛很发肿，你花痴哦，又迟多，可以培植球团体，也唔会费死你哦。用诶，用诶，就按杯哦。培植气甲讲只有按慢，叫不会赢大头。你管哪这么干啊？干！小星星他又不是故意要害补一只脚受伤的。谁让你鸡婆帮我讲破？故意迟到，爽啊？怎么样？反正做什么都我出。小星星对你那样，是不是很难过？你是不是很喜欢小星星？没有。那如果我很喜欢小星星，很奇怪吗？喜欢一个人是也没有什么对跟错的问题。我跟你说，国中的时候啊，有个女生她超级喜欢我，每天要送我早餐。那时候我觉得我好像也蛮喜欢她的，我以为我会跟她结婚。有吗？而且我跟你讲，后来她交男朋友的时候，我超生气，就超生气，我超想把她打死。真的假的？当然假的啊！小星星讲话比较臭，他无心的，给他多一点时间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尽量。小平。你要去哪里？关你事。要不要吃东西？我有鸡婆。你上次的教训还不够吗？我宁愿被网友骗死，骗去卖，比跟你这种抢人家男朋友的女生在一起住好。那你要出去住也应该跟教头说一声呢。不用你管，你不要去了，过来。
随便你，以后你的事不关我的事。啊，对不起啦，不能带你一起走啊，就留在这里好不好？乖嘛，去啦。人怎么那么少？小西西呢？小婷她在房间吗？关我屁事啊！小星星，问君吗？空还小啦，他们不来关我什么事啊？那东东呢？主任没有带他来吗？结果嘞？东东去搞事嘛？请我求来啦，门都冇出来哦。你搞不卡哦？盆他嘅盆好鬼死哦，太阳都出来都填唔出来。坦然讲啊，做間鋪啊，原來咁啱贏價啦，踩條大魚啦。你好好嘅命要變到安尼咯？唔但唱東東呢，一兩年氣氛也無強樣，青春愛不紅茶呢。太高就乖乖，青春随时会出某个事情。哎呦，会出事情哦！哪看哦，土石流要落来啦。这样子，你请小星星，赶快看东东那个宅炮。喂，仔，高潮后的后场的够不好？大家啊，佢就出茶色都搞本挨啊！小星星，我爱入来了。小星星，你还跟面用的暗用喏。做嘛该啦？又冇去上课。咪老人讲啦，唔管呢，迄老头好，也系不堪以相处。上司诶，就会有那种某爽快的事情啊。总得暗用啦。大拜读都暗用的事情，就想要走开。你看，还暗用骗子子诶，无等影下咯。唔免管我啦，我唔想看到你叫你出去了。好啦，哎，很恶哦。
还讲英文会松口，有必要安用英吗？你这样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，据说对 K 问题。掠到从小出模以下嘅社会，当然对这家无嘛嘅信心嘛，系冇？佢一叔叔的事情，其实咩都当太怕。哎呀，拄到事情啊，嘿嘿，唔免太马细上啊，拄要控起来啦。伊迄条心态嘅问题哦，迄控唔到自家嘅好啦，他控唔到配音嘅优点。错啊！有通过嘅心理学先生讲，为欣赏配音优点，就爱先从气氛即个开始。啊，错，就这样用。先不掠到社会啊，先肯定自家，喜欢自家，安尼佢自然就会看到拍啥嘅好啊，系冇？掠出安尼里下，最要紧要做嘅事情。做乜嘅？老啥讲哈？掠败安尼嘅任务，安尼嘅行动，按照三脚下马。乖乖。林同学，走快点，好啊！各位上课了。瓜小。三角蛤蟆是我们阳光学员给各位一个新的任务跟活动。什么东西啊？以后你们来学校第一件事就找那面镜子，然后对着那个镜子讲出自己的一个优点。啊？什么东西啊？优点？第二件事，找出班上一位同学，放学前讲出他的一个优点。不好意思讲没有关系，用写的，写完贴在公布栏上。做不到的人呢，当天就做2个小时的美化校园活动。美化环境，你自己去好了啦。无聊。就是没事做，神经病。神经。林老师。花喜。我马西，大家要认真的、乖乖的做哦。神经病。无聊。妈的，两笑。你就继续抱怨嘛想一想怎么做啦。走马该啦，走马该啦。哎呦，小星星，还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，然后讲要参加对外比赛，故说呢，要有新的制服。你用的呢？想要请来撒家啊！亚种说哦，当然要去请人学生伫尾度真费神的人来做。迄个唔上做直播嘅事情，搞本注音搞本注音给听。注音诶。用哎。都系嘛？好，嘿啊，那不然啊，动手啊。拜托，老乡无品好无？佢买嘅制服，卖用上做。爱实用，哈。无品就无品。上去讲法呢？你喏，讲唔开。小星星，也系 NT 摆参加比赛呢。佢暗藏嘅资金交俾你，迄动公用啊！来看哦，小星星哦，根本就唔想参加散打比赛啦。佢哦，真唔看其他人做乜啊？全部做人讲。跟人讲啊，唔到底係迄愛念嘅，唔好講迄係條病。
迄讲大兵诶，就会腹肌音。俺无知道小星星会迄模糊基因给你呢。问题是，伊有心机嘛，后面用机啊。那你要给我上网查资料，我来出差买啊。托上夫动发时间呢，我本来出去。无问题啊，不过你就会遵守学校跟我出的规定，好吗？好，就按你的听，对吧？那我要去准备上网查资料。哎呦，不要听到什么咚咚咚啊！注意嘛，健康啊，怎么个？可能两啥啊？13年哦，来险呢，13年啊冲山高，哦，还恐吓转上呢，两啥头练过的哈。注意嘛，也是很高的呢。教育本来就会有人做好人，有人做坏人啊。这嘛该笑得按奇怪呢。奇怪？干咪？你们可以说得很奇怪，是脸的问题。如果就是他做制服了吗？哎，文君。哎，刚有按奇怪。妹姐，今晡日很准时哦，很乖哦。准时，麻烦有点嘛。当然没算啊。来，照一下镜子，看一下，三脚蛤蟆没有7个优点吗？三只脚那么爽。小星星，你看，哇，今晡日那衫裤的色比都懂好看呢。那今晡日衫裤的色比都懂好看。那大年就懂好看好冇？那今晡日跳那么吹到东江。我会整理东西。蛮像叶问的。照镜子，三脚蛤蟆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永庆。边个？都拢无豆腐卡呢？你做哪一哦？唐讲厝边的豆腐卡太赞呢。做买那种的东西。亚买个东西就迄俺出钱买的，原来好迄物价啊！你到底怎么办？初安部哦，俺就老女讲都懂清楚了哦。迄个你想要带到亚夫卡，你就会吃冲掉诶，好好读书。结果呢，你搞天通搞到天光，迄好搞上课还欣赏落带啦。伊也做唔到，安尼，我就拿这个本你分钱个东西啊，就安尼。拼嘛，你赚那是糖呢？拼啊，迄娘没啦。他妈干你嘞！我看到小星星赞美鬼子，然后小平赞美东东跟阿达，
最棒的是我们阿达赞美了全班同学哦，所以现在没有互相赞美的同学，是不是应该要讲一下啦？小星星，你看不到小平吗？加哈的价钱是300种，大批买打8折的话，哪一个比较好？高条，迄讲内套随风色，叫着色拉银，要做无？你去甲去听。小平。还有好教的事，我小到背后，也爱条件较好。你去甲去听啊，新小平啊。总唔想这样问的。提亚查好教，小平迄请了解唔给你。几张迄请买人天数给你，系无？我也还还没很支付的事情，你讲给就做么的？支付嘅事我唔理啦，每次都很做的啊，啊。好了吗？这个老秃头。小平跟我和好了耶！对啊，超开心的。给我看一下你的包包。余关华，你说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啊？东东，爱相信唔买摕东西，哦，不过，唔可以留事情的经过，佫袂太加糖，好冇？你说啊你！说我儿子偷东西，你们就给我拿出证据来，要不然啊，我就告你们。好，等一下监视器的画面。不用看什么监视器，那些东西都是我偷的。面对什么人偷？你要做刷掉的遐，冻掉嘛，冻掉嘛。余光华，你说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啊？明明就是3分钟就可以解决的事情，你怎么一定要大家陪着你在这里耗啊？刚才监视器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，是他们诬赖你，把东西放在你的袋子里的啊。你怎么就这样子呆呆的，你就这样走出来了呢？你不会把东西拿出来呀？还要闹到这里，闹到警察局，你不怕丢脸是吧？你到
到底想怎么样啊？于妈妈，既然林无非就先转移了，有事情上一张空。过2天我会再来找你们的分局长的。走啊！不要碰我！面子就不你瞎呛呛了你。俺所本建设啊，用办啊。二次查吗？是啊。于妈妈，当当本袁无非，程度好也无爽快，硬得做先生诶，要替好言扶头去。不过，我有卡给人，真经喺度关心佢，鼓励佢。你话出到你亚发，伊冲到个讲来，唔拉关心哪个来呀？黑长哎，东东，提莫提东西啦，袁无非，唔是谁啊？还好，哎，就讲咩，东东在用的法哦，很不是挑便宜的东西。你哦，老公的信嘛是摸到你的信上，你就算嘞。老信不用到谁你的信上，当你念点老公的信变，就嘛该发。你讲亚发干唔公平啊？伢来的都太溜个胜利，唔系空哎，咁做会起来哈？我卡嘅所费就系俺拿出来嘅哟，伢来啊就抢回到那位罚钱就踢，嘛个事情就唔干。看来哦，你无卡按多之外，全靠你说判哦。你真经安厉害咩？厉害到老公断掉，这是真撇的什么哦？厉害到东东变到安样去？阿春妹，也两三毛个吵咧。有生年咁輕藝你神嘅錢啊？輕藝嘅咩？對你好似輕唔講嘅哦。輕藝老生年叫下來，輕藝唔是少，你咪推藝聽書，結果呢？啊？人拉到攞背教什麼人？要推藝講講一句話無啊？講法會變到係呢？夾把無小夫之言條。就係你搞出來嘅好奶嚟啦！吵乜笑？你要问不会直接问哦，干嘛还要传纸条？小学生哦。你讲话很激耶！哦，你很幼稚，还撞闹头，智障，弱智。讲话呀！讲话呀！讲话呀！快快！要不要把窗帘拔掉？拔掉没？
脚底要整个站起来啊！小平不错哦，有进步哦。单脚试试看啊！有了，老哥，有进步哦。东东，来陪阿达练一下好不好？教头，你是惯体的，烂就是烂，再怎么练还不是都一样，那么浪费时间。我们干娘，你讲什么东西啊？喂，东东跳小，怎样啊？欺负大棒脚断掉？我要用讲的。是吗？慢点，好诶，你哪有去试试看啊？怎样来啊？有话用讲的，啊，很屌丝啊！慢点。哎，东东，让主任处理吧。东东，干嘛？我过。好啦！东东，莫停哦。唔是讲啊，那你昨天冇唱唔咯？哈，我听到唱唔嘅啊，好嘛？地方一年，你有啥线索啊？係嘛？你迄個咧，我就條下去咯。哎呦，莫停頭啦啊！好，莫停頭喂，糖牙花，好糖牙花，好，好牙會糖牙花，好，嚟莫停頭，好，糖牙講，好糖牙講，哦，嚟昆田的啊，嘿，昆田啊，有冇？哎，有條誒啊，有雲太陽，快來，莫停頭，嚟過來，嘿，冇樣，嚟過來。哦，快，好，冇樣係咪？冇樣啊，哦，冇樣啊，好，事情，好，慢看，好，唔是這，有冇？好，慶典，係嘛？好，嚟氣象嘅啊，唔啲啊，係嘛？好，冇停，我知那個事情有冇？好，嚟事情係啲，嚟慶典，俾你唔知係啲啊，係嘛？嚟咩事情，大家都會記，好，唔是上岸頭。你這個樣嘅眼會無條路呢，係嘛？好啦，好，你啊，好，冇用，係嘛？啊，疼死啦！我走來。那叮咚啊喂！你這幾好線啊？冇用啊！你還當人條誒？好啊，唔得啊，我了解啦，我知啦，唔怕。丟起來！哎呦，这个走马啊！啊！好人呐，哈！你这个大鸡啊！冇快啊，阿弟啊！我了解啦。我都知，好嘛？相反，你是安尼咩？那个事情啊，做得讲啊，人家讲都做得啦。啊？係嘛？好，阿弟，我故意的啦，那个事情，有冇？哥哥啊，
有只事情我麻烦一下啦，哈，真情拜托啦，跟老个东东家婆哈，说是按多年哈，做得很记老东东家没讲一下嘛。你也都唔要讲一下就可以改嘅事情。拜托啦，拜托啦。阿公。我哋也係家庭嘅問題啦，大家好，什麼都有啦。不過東東冇咁樣啊，哦，以前咁樣嘅，大家都有看到啊，也開始變好嘅，我要問阿媽咩都安呢，都唔盼得啦。唔盼得？哇，連你都會關心東東啊，唔簡單，請咯。哥，俺做的個老東東夾咩？再個講看下呀。講看下是可以講看下，但係哦，你也都牽涉到佢幾隻家族嘅心結啦，佢唔係短時間就可以講得通嘅，冇聽錯哦，一生人都冇辦法解決，困難。難咩愛做啊？冇上認真研究看東東，繼續安尼下去呢？好吧，我盡量哦來講看下。阿公。啊？我老唔強下以前東東夾咩？你夾咩就親難愛嘅人啊，都唔係打老虎一樣東人做，愛啥戲就做得咧。好，拜託啊，拜託。哇，愛神呢？好重要啊！冇法度啊，哪係主人啊？唉，一條狗模子哦，咩衰人？不那么贤惠，我讲哎。哦，叫通啊！来让我天数做直升，好吗？安呢有生意哈？那每天还要帮我倒水、拿便当、去卡车、按摩脚。令老师，你当球哥，凶必死。我帮你啊。不需要。这很重哎。自己也可以。你真的不用啊？那些，你又有机会了。屁啦，怕闪。从来就冇人安用，我爱讲俺辛苦。家爸哦，就知道我懂电脑，全部嘅人就怪我冇搞好余光华。搞生意呢，本來是唔係容易嘅事情啊。佢哋就知道講，我做生意嘅係為咗家父卡嘅錢，就係一個福利金啊。我冇辦法搞好自家嘅生意呢，係咪冇辦法管好自家嘅兩個人？配上樣板小唔重要。重要是你自家用板小，我自家，我本來有機會去讀哈佛嘅呢。哦，學校實習，我到夾巴嘅公司去，冇想到我就有成功了啊！我老多，我前創年咧。我做得挺醫生人，全世界嘅人因為生難捱，我就唔幹。我爸講，你要停機哦，你就唔是賺來咧。我為佢付出咁多，我
得到嘛喏，我就系一个自家贴上来嘅啊，就系一个唔得减少嘅世家，有好钱嘅福利金。以前佢冇安尼想，安尼想对事情也冇帮助啊。最主要是你要替人家生意来想，朋友把你关心佢啊。我冇关心佢，我冇关心佢，我让我拿这个给个天龙喏，我让我当年我让老皮熊草，那就唔是产嘅最好了呀。人生意人嘅本性唔坏，咦，外边嘅人嗬，对嗰啲中途好考嘅學生有偏見，這是難免。但係你做阿妹嘅人，前提是唔好。我意思是講，你做阿妹嘅人，莫主觀上就認為講，哎呦，我嘅生意嚟就唔貪花、唔用功、唔殺忙、唔打拼，你都先攞佢點起好落去咧，安尼生意嚟就難救啦。唔點解咁樣做呢？我真係冇法咧，佢等你做嚟，就到佢搞天咯，已經快咗冇上去講。哎呀，我講埋嘅花佢就談唔落去咧啊！事情既然已經發生，你就想辦法來解決啦。佢再講，離下嘅青少年，搭咱們硬頸唔通話，係冇？唉，佢再講啦，網絡世界啊，這是佢唯一嘅出口啊！而下就攞佢團團的，佢樣都會掉咯。而老生意嚟講話音話你硬棒棒，係冇？而見下嗬，每日老佢講10句話，青菜講乜嘅都好，千祈唔可以開嘴說，喂，你用唔讀書，你用唔水母，你還在搞電動玩具，有種話是唔好講咧，講得有正面嘅，人用啥黐下咧，希望較好。張過來想辦法啦，啊，係冇？九面，你怎麼變成這樣？这种很大。没事啊，是在的啊，还可以的。小杨回来了，小杨回来了，小杨回来了，小杨，小星星，咖喱饺那么难，我们下一次上烹饪课的时候再做，这次先不要好不好？哦，我就是要这时候做没，你要我是不是要做给谁吃啊？我喜欢吃咖喱饺呢。